内部共用储存空间太小了，常常露营没有空间。第二把卡就利用第二张卡记忆卡，比较大的卡64G来做那个露营储存空间呢。应该按从那个桌面的设定，桌面的萤幕下方正中央6个点，那个进去找设定，设定进来找储存设定，从内部共用储存空间改成选 SD 卡，然后这个录影看看存在哪里。就可以看看录影存在哪里。看看录影存在哪里。看看录影存在哪里啊？看看录影存在哪里？看看录影存在哪里？好聪明啊！我选人会送那个什么口罩，不错嘞，送这个酸痛药布嘞，酸痛药布1条根嘞。酸痛药布1条根嘞，很实用嘞。对年长者、筋骨容易酸痛的1条根贴布嘞放2片，不会违反那个规定。用口罩用这个1条根贴布药布啊，不错。看看档案放在哪里，录影完了，影片放在哪里？你看 SD 卡了，有看到啊？现在换成 SD 卡了，刚刚录的就在这里面了。这样以后空间就不会老是不够，录影老是中断。你看，空间就够大了。从内部储存空间改成 SD 卡，外加的卡，这样录影的空间就够了。